今日喺復活節假期舉行嘅沙田10場賽事，主角當然係冠軍騎師潘頓啦。佢全日嘅9匹坐騎取得4冠2亞，最終累積60分，大熱成為騎師王。今日10場賽事分為5草5泥，潘頓喺泥地嘅5匹坐騎奪得3冠2亞，3場勝仗，嚟自第1場5班1650米嘅大利好運，第5場4班1650米嘅超加加，同埋第7場2班1200米嘅天天同樂，而第3場4班1200米嘅天天灑落，第8場3班1200米嘅蒸蒸日上，兩隻馬都係鬥到終點前影相緊敗，屈居亞軍。若果一哥運氣好啲，佢喺今日贏晒5場泥地唔奇啊！總之今日賭泥地冇潘頓就冇錢收啦。而家我哋就一齊嚟重溫冠軍騎師喺5場泥地嘅馬會賽事末段影片，睇翻佢點樣取得3冠2亞嘅佳績。前面放咗出嚟係進優自在啊！咁啊見到咧中間位置馬有韻啦，外邊冚咧就係呢隻水龍頭啦，再喺內欄有裕達寶區啊，中檔仲有大利好運啊，內欄嗰邊慳咗好多位啊，藍衫紅帽仲有富裕君子啊，再攝內欄嗰邊係質素啊，外邊追嘅馬有極速之子同埋傳承者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進優自在有少少優勢，馬有運中間追緊上嚟啦，中檔咧富裕君子亦都揾到位追，響佢出邊仲有大利好運，最後100米到啦，透出嚟富裕君子，大利好運呢，咁啊3幾個節目拍咗上嚟，接近終點大利好運力壓富裕君子啊！第3名嘅馬呢，馬有運臨尾有少少力弱啊！第4名嘅馬呢，進優自在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大利好運真係最後50米搏落去嗰下呢，就啱啱過你嗰隻富裕君子。第3名係馬有運，第4名進優自在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天天灑落出咗嚟先啊，埋邊燭光晚餐就唔多啦，良區好友亦都追緊，中檔位置有實力哥，攝埋邊上仲嘅機械騎士啊，外邊上咗少少就贏得自然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天天灑落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見到逐步追緊上嚟，實力哥終點嗰步，外邊實力哥終點前將天天灑落趕過咗，第3名係機械騎士啊，咁啊至於第4名嘅嘛，贏得自然機會係較為高啲啊。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天天灑落出咗頭先㗎啦，咁啊，但係都係呢隻實力哥啱啱終點前越逼越近，將佢趕過。機械騎士係第3，贏得自然跑第4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啊嘛，都仲係呢隻天時名區啊，第2位閃耀威龍啊，咁啊再見到內欄第3有時間寶，中間呢就歡喜福星啊，等入邊呢有勁進天下，外邊呢超加加已經攞正平衡追㗎啦，後多層啊嘛，先見到年年有福㗎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咁啊前面透出㗎嘛，外邊超加加，中間藍眼就閃耀威龍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咁啊川河營區俾佢壓一壓喎，內欄嗰邊仲有天時名區，外邊追上嚟就年年有福，最後100米到超加加。一路力壓住閃耀威龍啊！第3名嘅馬呢，中間有年年有福，外邊追上嚟嗰匹呢，幸運震撼喎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超加加入彎都3踏網空㗎啦，都攞正晒平衡，咁啊結果就衝贏咗嗰隻閃耀威龍嘅。第3名年年有福呢，就黃衫嘅，出邊嗰匹追上嚟幸運震撼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天天同樂咧佔先嘅，中間有合夥奔馳啊，走入邊嘅馬有自強不息啊，中間係升龍區啦，外邊美麗第一啦，最出仲係喜智寶啊，馬林中間咧仲係魅力寶區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天天同樂拋離咗後邊嘅對手有個幾馬位㗎啦，中間位置有升龍區啊，中檔有美麗第一啦，咁啊外邊位置追咗少少，仲有隻喜智寶啊，接近終點天天同樂贏馬，跑第2名係升龍區啊。美麗第1、第3、第4名要影相喎，外邊係喜智寶啦，內欄呢仲係自強不息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天天同樂都好順利擺到喺前面走，潘頓又贏一場啦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年年有型仲係佔先嘅，蒸蒸日上拍上嚟追㗎啦。再見到外邊有假面騎士啊，原欄追有自跑得，外邊得心之餘，馬林中間仲有勁先生，最後100零米蒸蒸日上拋離咗1個身位㗎啦，外邊追上嚟㗎嘛，得心之餘中間勁先生，出邊黃龍飛將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近啊！埋邊數出嚟，蒸蒸日上得心之餘，外邊黃龍飛將，睇下邊隻馬到先啊！真係好近啊！蒸蒸日上出咗嚟㗎啦，中間得心之餘，後發先至，仲有外邊追上嚟，仲有隻黃龍飛將，好接近啊！第4名勁先生。泥地跑到威風八面，潘頓今日喺草地嘅表現
就令捧場客失望，成績可以用高開低收嚟形容。佢喺草地首匹坐騎係第2場4班1400米嘅喜尊龍，人馬直路透出大熱興盛。不過之後3匹坐騎，第6場2班1800米嘅有目共賞，第9場3班1200米嘅巴基之星，同埋尾場3班1400米嘅不同世界，都係跑到三甲不入，有目共賞，出閘1萬，直路又揾唔到位，最終追過緊頸4，位置捧成1.0咁就輸咗。而巴基之星直路衝勢不似預期，只係跑第5。嚟到尾場騎不同世界，結果同有目共賞一樣，又係跑第4，捧成1.1倍嘅位置又輸埋。當中不同世界就輸得最眼冤。而家我哋一齊嚟重溫馬會賽事末段影片，睇翻潘頓嘅推騎力度同打邊次數，睇下佢點騎不同世界跑緊頸4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見到新二馬響內欄鬥緊中間嗰隻呢，就係朗日志強啊，中檔追至尊高超出咗嚟先啊，中檔位置仲有南區之星啊，外邊不同世界最出呢，仲有隻同樣美麗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係至尊高超啊，南區之星越逼越近㗎啦，後邊嘅馬有紫荊歡呼，出邊係不同世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南區之星，終點前將埋邊嗰隻至尊高超趕過咗。第3名嘅馬呢，咁啊有紫荊歡呼，第4名外邊係不同世界啊。結果呢隻南區之星咁啊都係好犀利啦，之前已經孭重磅贏啦，縱使今場勝班一樣能夠征服3班啊。至尊高超跑第2，第3呢就係嗰隻紫荊歡呼，第4名係不同世界。講完潘頓，就講客練馬師羅富全。今日憑天天同樂、南區之星贏出2場頭馬，最後同蔡約翰一齊累積30分，並列練馬師王，可謂皆大歡喜。我哋而家睇下全哥嘅賽後訪問。好恭喜曬全哥，咁幾乎幫呢一個天天係嘅馬主，即係起碼，但先講翻呢一隻天天同樂嘅，佢試習、試泥習都展現過多次，展現過嗰啲走勢。係啊，佢試親習都係唯第1、第2，咁所以都諗住有咁嘅路程俾佢試下啦。咁啊結果就真係試出咗錯誤。係啊，咁我哋有個靚檔咧，始終都係即係你知嚟始終係有個靚檔會幫到好多。但係好可惜就即係嚟緊泥地千二米賽程、高班嘅賽程，真係比較缺少嘅。佢始終都係要跑翻草地。係啊，因為佢都係要跑翻草地，冇辦法，因為大家都知道泥地嘅賽事唔多啊，咁有陣時係冇都要跑翻草地嘅。見到佢其實喺泥地試習或者今日呢一場賽事，佢都係以一個好主動形式去制勝啦。佢跑翻草地其實係咪個跑法都會一樣嘅？因為佢其實都係一隻有個 gate speed 嘅馬喺度咧，變咗佢係自己本身有速度，佢可以自己帶頭，咁就如果你要約束佢咧，就可能會辛苦啲咯。即係除非真係有馬快過佢好快咁話，佢 OK。如果唔係佢係自己帶頭打得舒服咧，佢就會走咗上。咁啊，同主馬天天灑落，其實今日都幾乎同天天同我一樣嘅跑法，爭1、2步左右就可以制勝啦。係啊，因為始終都係佢第一次帶包，同埋啱同阿倫嗰隻，大家都係要係喺前面走，變咗用多咗少少前面，咁啊翻到嚟就爭幾步咯。再次恭喜曬全國，恭喜曬跟住咧，恭喜曬全國，只可以話黃門練馬師搭上呢個黃門騎師輸贏馬頭嚟，都唔係，咁騎師旺啲，係小禮係咧，即係呢隻馬都係一直係不斷地進步嘅
其實今場面對強手，譬如就1號嘅，都係一隻好有份量對手，仍然都可以話成績打好。係，其實1號都好好嘅跑得，因為佢重磅啊嘛，我哋輕磅啊嘛，咁變咗係我哋都係翻嚟入去個半路馬左右係啦，咁其實都跑得好好，同埋佢即係一直落跑咗。似乎佢可以話係呢一班咁樣贏法不成正比。係咧，因為佢始終係4隻馬，咁啊希望佢你話要去到養翻壯好多，未必可以做，因為佢矮咁係咯。咁希望可以去到1030磅左右都 OK 嘅。咁佢真係一隻幾好鬥心嘅馬嚟。即係其實你心目中都希望佢可以佢爭到磅，都輕微爭到磅嘅比較好啲。絕對係，因為始終係矮。咁啊，如果係再漲身翻啲，咁啊會好多咯。再一次恭喜晒全國，恭喜晒！